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不管是古早，也或是现代，有真侪母亲拢甲对囡仔的爱寄托伫个针甲线，一针搁一线，做出一领一领的衫，一顶一顶的帽仔，也搁有一箱搁一箱的鞋仔，就安尼留下会当传承几啊百年的作品。台湾的收藏家拿彩如甲林碧薇这对母仔囝。都收藏200多件刺绣的作品，有汉族的，有少数民族的，有台湾原住民族的，这些作品拢有伊的故事。即摆这些作品当年有98年历史的北投文物馆咧展出，会当看到做老母的留互囡仔深深的祝福甲关怀。衫配件顶面真油的花鸟图样，以及原住民传统服装，真百真侪zan厝的色彩，袂输感受到老母真高的爱心甲关怀。透过双手一针一线所添出来，展现出老母对囡仔的爱护。这个乌色的丝绸、绣底的帽仔，甲这个杜冠，代表喜气，真古锥。妈妈她都希望小朋友他可以吃得饱、睡得饱就好了，就很开心。所以我们觉得猪是一个很喜气的一个动物。这件衣服叫做百家纳，对，那百家就是因为它可能就是在一个小小的村子里，他就会就是一家一家去拿他们家里的一些剩布，然后小碎片这样子，然后把它拼在一起变成一件衣服。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件衣服它里面含着每一个就是100家的祝福。母女档收藏家拿彩如甲林碧薇提出215件真油的工艺，甲大家分享。这是伫北投文物馆展出的。建古今来，这受文化特点4大主题，有经典的图文伫服饰中加入古今元素的古今对话，秘籍绣品、女工四艺，也有真有民间传说。神话即引，像这件苗族刺绣的开基衫，12生绣，加当地传统组成，换上些手法表现视觉上的美感，传统又有贵气，针线更加是有路。他们最有名的绣法呢，也就是所谓的剖线绣，把一个丝绣线呢剖成8甚至12条，然后再细细下去绣，绣出来的效果呢，就是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闪亮的亮光。传统生殖为最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那加上他们跟他们生活间有关系的动植物也好，还有呢他们想象中的动物也好，都会或者传说中的动物都会放到上头。30年来，拿彩如为世界各地收集这有历史年代制品，每一件拢有属于家己的故事。只是制品的保存甲维护并不简单，若是环境条件无好，往往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这摆展出的地点伫北投，毋但都要克服较实的难题。展场内面小较昏暗的灯光，嘛是为着保护制品。我是觉得我私心里最让我常常想的就是妈妈的那个表情，觉得或者是阿嬷他们要跟这个东西要分开的时候的那份那个心情跟表情哦，是经常会萦萦绕绕在我的心里，而且呢，这个也造成我一个思维，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是自己是做童装的嘛，就是觉得就是说，其实就是这一份心意，我们如果留下来，不仅是说只是留给自己的小孩子。透过一条的针线，将母爱更做爱个顺。那才如想要将这份心意保存落来，互人感叹的是民间传统的愈讲愈来愈少。即马透过古今互相搭配、新旧结合，将传统的图文加入创新的元素，展现无同款的流行。这嘛是另外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其实这些以前的妈妈们，我们做衣服都是真的一针一线，然后非常的
就是注入很多爱，然后很多祝福在里面。那我们希望，其实虽然我们现在是住在一个高科技的、生活节奏很快的社会，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脚步放慢，然后呢，把一些这种比较传统的意思注入比较摩登的童装里。这个做老母的拿手技艺，将对囡仔机台寄托伫尖线顶，由一绣裁缝伫囡仔面顶面展现力头，甲查某囝做伙咧讲收藏，拿彩如将家己对织品的爱传承给查某囝。传统甲创新两个无同款的世代，产生无同款的效果。行出这个典场有5000件来自台湾早期民间艺术甲民俗文物的北投文物馆，真够收藏古老的故事。阮秘书是自由自在伫旧时代伫行，感受完全无同款的日本气氛。你看看，这个是要这样子开的哦，是这样。所以日本的门是很有趣。到了这大石头向前行，双边绿意甲流水，伫真热的午后传来山间的清凉。近百年的历史建筑完全无战败气息，不失风骨，悠然踩伫幽静的北投山腰。馆长李莎莉是上届熟悉伊的人物之一。照顾伊超过20年，今日传行一逝，讲起了北投文物馆的历史故事。像这些石灰的墙面，全都是石灰墙，也就是里面呢是一条条竹子或一条条的木头，所以我们的维护不会用油漆，全部是石灰啊。那甚至连这个窗格都是那个时代98年，甚至连玻璃也是那个时代的，而且玻璃那个时代那个科技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它一条条的模模糊糊的这样的一个玻璃，你随时都可以看到，哎，怎么好多模模糊糊的玻璃？原来就是日本时代的玻璃。然后日式的庭院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喜欢用细石子代表海跟水，大石头代表山跟岛屿，所以它是一种山海之间的交流。那所以说那个坡纹是最重要的。那个坡纹呢，每天呢我们同仁呢都需要去划它，可是在日本只有高僧才有资格去划。划什么呢？它是一种禅意。禅中的禅，人家说身静如无物，心沉别有天。入到博物馆内，典雅真快空间，反复大台北真下井的感觉，心自然就静落来。1922年，日本人用阿里山的 Hinoki 打造2站式的日式建筑，占地800平的空间，是当时北投地区上高级的嘉山温泉旅馆。1935年，又陆续增建陶然居别馆。之后扩建后洞新馆及2楼大广间，此大跨距不落柱的宴会厅可容纳100人，一时人文荟萃，官商云集。断崖边上夜夜笙歌，通宵达旦，俨然是个繁华不夜城。各地媒体也争相报道。为馆藏中的镇店之宝，就会使看出连新鲜都流连忘返。这幅画就是在画当时的假山温泉旅馆，但是重点，他要把日本7个福神给带进来。日本有7福，中国有8仙，少了谁你知道吗？谁？少了个李铁拐，因为一拐拐的来不及到日本。没有，这是开玩笑的。让7个神仙都穿了我们的浴袍来这边泡汤，其实在告诉大家，嘉山温泉旅馆的温泉，连神仙都喜欢来。当时哦，这个住1夜是6块钱，特6块是日币6块。可是一个人一个车长小姐，那个时代有车长小姐哈，收入1个月才15块。他花6块钱来这边消费耶。那据我所知，6块钱可以吃120斤的米，当年可以泡30次的澡。那个时代的泡澡也蛮贵的哈，合适一定是跪坐。那跪坐在这个主柱的前面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开始欣赏人家的画，欣赏人家的花。哦，那日本人告诉我们，其实是应该跪坐着看画跟花，不是站着看。有镂空的好多的叶子，那是镂空的，对不对？阳光从那边穿透过来，当
夕阳西下的时候，光线这么一穿透，直接倒映那些花呀、草之类的，直接到墙面上。所以这栋房子，这间房间是当时最高级的，也是最贵的一间房间。当年上高级的一间房间，白贴的榻榻米壁拢是竹仔做的，天幕顶面有特殊雕刻过的镂空的空间，看出去是充满绿意，花草树木结合自然加现象。好，这个叫做瓦比萨比，就是不对称的门。其实瓦比萨比在日本的生活美学是最高的境界，因为他们喜欢单数，所以叫做1357，所以这是不对称的。1跟2就是子母门的意思啊，那叫做瓦比萨比，我们中文就叫侘寂之美。四界拢是无平衡的水，这是万物无常甲无完美为核心的日式美学。双边无规则，却是简单低调，展现自然的完整性。当年敢若7间房的温泉旅馆，目前敢若留一个液池，连珍贵的北斗小嘛差不多看袂到啊。这个瓷砖非常特别，叫做北投烧。北投烧的意思就是北投的陶瓷啊。但是这个陶瓷非常的特别，是因为尤其是这个浴室这间，它是水，我们的蒸汽这样子顺着下来，它水就自然流下来。但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北投烧，现在再也不会看到了，因为我们的柜子坑的粘土不能用，没有材料了，自然就没有了。但是到了1977年，莺歌就是很多的师傅从这边往南移到莺歌，莺歌从此变陶瓷重镇，所以很多人只知道莺歌，不晓得北投才是真正陶瓷的起源地。1945年，才由国民政府接管，变成外交部的宿舍甲贵宾的招待所。到1966年灭后民间，在1960年到70年代，台湾电影上晴的时期，北投地区有台湾好莱坞的外风，这更加变成重要的电影拍片的场景。一直到1983年，创办人张顺明将古迹活化再利用为博物馆，成立台湾民间文物之家。1987年改名做北投文物馆。台北市市定古迹是1998，啊，然后再到这2002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房子老了，必须修了。啊，结果呢，我们就花了5年的时间，花了非常多的这个经费巨额来修这栋房子。那让这栋房子到今天2008到现在，我们其实上已经10年了啊，还维持得那么的新，而且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我们用如旧复旧的方式，也就是恢复当时的嘉山温泉旅馆。经过98年风华，北投文物馆是全台湾第2老的私人博物馆，敢若确属100年历史的鹿港民俗文物馆。2008年以多元化复合式经营重新开幕，上大一间60贴的榻榻米大公间，较早是艺伎爷爷成果的所在。有搭金箔的屏风，看起来真华丽，会使有几百人的空间，嘛是对外开放，互民众体验较早的车花。文创产业很有趣，这栋房子在那个时代就有那个概念，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譬如说楼上它有一个快木舞台，那个舞台啊，那时候就是艺伎夜夜笙歌的地方，所以那叫表演艺术产业。这是文创产业之一哦。那我们展览里面很精致，所以叫做视觉艺术产业。我们还有卖店，我们的卖店有16个艺术家，那叫做工艺产业。那餐厅是什么？餐厅就叫创意生活产业。所以我们这是在15项产业里面，我们有4项都在这个地方。那这栋房子又是文化资产，98年的古迹。今卖北投文物馆有多节文化、日本地道加果子体验，会使食到创意的怀石料理。定期特点更加为经典的老建筑带来新气象，和游客无共款的体验。昔来日式建筑充满文化诗意，走廊外闲静优美，充满先锋的高山水，典藏真人的生活感受。父母疼囝长流水。做妈妈，甲对囡仔满心的关怀甲毋望，寄托你的针线，更加是一针一线填出着爱的故事。虽然母亲节已经过了，但是咱嘛要祝福所有为囡仔、为家庭牺牲奉献的妈妈，平安健康、幸福快乐。休困一下，马上回到华视台语新闻杂志。